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今日我来讲公寓内底真接看的榻榻米间，嘛叫做和室。当然伊也有别种讲法，真侪人抓准讲这款房间是为日本人遐学来的，其实不是完全是安尼。今日我来讲有和室进前的总铺甲后来的榻榻米间。我细汉住的厝都有拍总铺的房间，不过迄当阵已经不是用柴做的，是用水泥框起来。规个房间敢若留一块会使开门、关门、放鞋仔的所在，剩的是拢总隔管做总铺，真方便，唔免买门床，会使铺榻榻米，嘛会使放海绵，伫顶头会使困，会使坐，一片宽拢拢，会当困足侪人。衫櫥、桌啊，嘛拢放伫总铺顶头。迄间厝是1970年代起的厝，所以遐隔悬的地板是用水泥做的。总铺即马已经真少人在讲，我若问 AI 也是去线顶找，伊已经毋捌总铺一字，伊敢若知影总铺师。毋过我想足侪听友也会记得总铺。萧秉治老师伊伫册内都有写讲。总铺就是会当困几若人的大眠床、厝草笑。古早庄脚人客间会拍一顶总铺眠床，也通困，也通坐，是招待亲情人客开讲过暝所在。嘛有日本建筑学家，伊来台湾研究台湾的总铺。伊讲1932年的台日大书典才有记载总铺这个字。进前写的总铺拢是讲总铺师这个职业，所以讲总铺这款房间，伊认为是日本人来，受到日本人影响才有的。不过伫林宪庭伊的论文内底，伊有去研究写讲，英国古早台湾都有3种无相共的总铺，一种是像萧老师讲的，像眠床迄款总铺。这应该是上接看的。册内底写讲，古早这种总铺拢是用柴做的，通常嘛袂甲规间房间拢做甲满，会甲房间的2/3做总铺，留1/3的空间来放一寡家具。这种总铺是摕来困的，像眠床安尼。爱做较悬，主要是若要爬起爱躺鞋啊。古早的厝是无咧躺鞋。因为搁较早是含地板都无做，也若拄着落雨，厝内涂骹是搁湿搁湿，真垃圾，所以爱做一块会当保持清气，爱躺下才会当起困的所在。这款总铺本来应该就像空床这种型，就是会当真侪人困做伙迄种大顶眠床，为遐豆豆演变过来的。所以这个设计应该不是完全为日本人困榻榻米遐学来的，真有可能本来台湾古早就有总铺大顶眠床这种概念，是因为安尼有这种习惯啊，所以真紧的接受日本式的榻榻米间。伊也有写到第2种总铺，就像半楼啊迄款型的总铺，古早是起伫眠床顶头，会凸一片出来。迄个所在有时是互囡仔困，也是佚佗的所在，佮较接是摕来放物件，而且伊袂做伤大片。这款型的总铺半楼啊的总铺已经真罕看啊，通常是较悬的红霞厝才会安尼做。这是第2种的总铺。第3种的总铺则是像后来起的和室、瓦器树这种的总铺。
这种从日本学习，咱先甲叫做榻榻米间。林心婷去访问的人，因讲伫日本时代，因兜若做一间这款房间，是特别下来招待日本人的。迄当阵做的应该甲日本的外事术较相共。迄个时代若有一间像这款房间，伊嘛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展现家己的经济能力，佮对着时代。日本人的学习其实有真固定的规格，所以因若看到咱讲的榻榻米间，袂甲伊当作是日本式的学习。台湾做的大部分的榻榻米间，甲日本的学习真无共款。像讲日本人因的学习内底拢有一块凹入去，佮会贴较悬的一个所在，伫遐会挂图，也是插花，摆一寡艺术品。迄位是重要的，人袂使爬起坐，也是甲物件放伫迄块。这伫台湾真少看呀。台湾人的榻榻米间，较亲像是甲英国总铺，佮加斗几片纸糊的茶做的门，会当拖，就变做榻榻米间啊。台湾的榻榻米间，佮有另外一个特色，是拢会悬一杆，顶头才铺榻榻米。后来是因为台湾气候较湿，榻榻米较歹整理。佮豆豆啊无人做啊，所以规气转做茶的地板。台湾的榻榻米间也佮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古早半楼啊总铺咧放物件的习惯也伫诶，所以榻榻米间的壁肚、地板下骹拢会做一寡图啊。这甲日本式的和式差足济啊。和式这个名是后来才有诶。这款和式的设计伫台湾是1990年代才真正实行，所以咱即摆若看30-40当前的公寓，真济拢有一间贴较悬用茶做的一款榻榻米间。有时这间是互囡仔佚佗的所在，有时是读册间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咧放物件，也若有人来的时阵，会当互人客困。这间榻榻米间伊后来的设计的变化就哪来哪济。1990年代也阁是要做人客间，所以迄当阵这门拢会当关甲暗，就像房间安尼。后来的设计，这个空间就较接甲客厅连做伙，而且是为客厅就看会到的一个所在。门通常嘛会拍开，有的是规气做透明的。主要就互囡仔佚佗，放读册桌啊，而且咱坐伫涂骹嘛较袂惯势，真侪人伫内底就会放桌啊，也嘛有发明升降的桌啊来使用。也搁另外一种真接看的，就是涂骹会做一家一家桌啊，通放物件。后来的人厝内敢会安一间榻榻米间，已经甲经济能力无直接的关系。无论有钱人也是散车的，拢加减有这款设计。差是差伫较有钱的，因有钱的启发，迄间的用途无共款。也若较细间的公寓，通常是来做囡仔房间，也是放物件的度假室。2000年以后，咱大的厝佮变佮较细间，甲朋友通常会约伫外口食饭见面，哪来哪少人客会来到厝内。所以就真少人会留一间互人客会当困的房间，榻榻米间嘛哪来哪少看。毋过嘛毋是完全拢无去，是变一款型，佮换一个名。即阵较实行的，或者多功能房间，主要是因为大楼公寓哪起哪细间，若要做一间有门佮有壁的榻榻米间是无简单啊。即阵的多功能房间做的，嘛是小像伫客厅的边仔，有的是做伫客厅甲窗台中迄块，也嘛有人是做伫碰椅的后壁，敢若贴一块较悬的地板，会使坐会使倒，毋过无壁甲架起来，也嘛无门。可能有人嘛会像我想讲，即阵大部分的人厝内入去就爱躺椅啊。加做迄块贴较悬的地板是有啥物作用？这个问题佫真正有人去研究过，伊的结论就是讲，真侪人认为，若是做迄块地板，通常下骹佫会使做桌啊、放物件。
主要是贴较悬会当甲空间分做较济地。这互我想到伫较寒的所在放一条地毯，伊的作用嘛差不多。台湾是愈热愈湿，所以放地毯较无时行。即阵即种多功能房间的做法，甲古早的总铺甲日本式的和式拢差真济。毋过即种多功能土悬一地的架景的方式真特别，会做一个即款空间，佮想要安怎利用即个空间的理由嘛足侪种的。我想安怎设计佮安排厝内的空间，是咱生活文化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。这反映厝内的人倒来到厝是拢咧创啥物，这嘛反映厝内逐个人斗阵的时间，每一个人甲每一个人的关系。毋知影大家若厝内有即种多功能房间是拢摕来创啥物，也若厝内也佫有榻榻米间，也是总铺的人，迄间即马佫有啥物用途？迄当阵是安怎会想到要做一间即款房间？今日先讲到这，即礼拜有一个听友写来讲，因妈妈足接咧听即个节目，因若出门去佚佗的时阵，拢会甲伊讲，这现在妈妈有讲过，你敢有认真咧听？实在是真古锥。我嘛会老实甲大家讲，我即阵出门看到啥，嘛拢会想讲，即项物件，即个所在我敢若有讲过，毋过安怎想拢想袂起来。即个节目已经做6档啊。这个月要进入第7档，300多集的内容踏踏地地，真济我拢袂记得啊。也佫有另外一个佫较实际的原因是，我的记忆愈来愈歹，所以即马若有想到要讲的题目，佫爱先去看讲进前甲捌讲过，我捌甲要讲的稿拢写好，才发觉讲小共的题目伫3-4档前已经讲过啊。所以甲我讲到这项的时阵，我感觉真趣味。我真感谢这位有认真咧收听的妈妈，甲会介意斗阵听节目、斗阵出门去佚佗的查某囝，真多谢恁的支持。今日就先到这，若是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、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赞助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